咱手机啊，若还袂关吼，则麻烦你甲手机啊甲关起来，还是震动。啊，时间已经到啊，咱来备办咱的心，开始今仔早起时的敬拜，请奏乐。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咱来敬拜赞美，咱来请敬拜团。各位学者平安。平安。咱搁一摆来到圣殿，咱来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咱无论拄到啥物款的境遇，互咱拢用欢喜的心情，咱来唱一首歌，咱来唱哈利路亚，咱做伙起立。咱用上热情的心，咱来唱这首歌，来拍鼓啊！我唱哈利路亚，主算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教我的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救主到我当家。哈利路亚。我唱
到乡村，教会爱对我听命令，心都心的心。主脚步行真路，教会听伊做。咱要爱遵行主旨意，保养好消息。我做羊，你做羊，都是到乡村。教会爱对我认命伊，心都心的心。台湾因为你的福气，乡亲因为你心欢喜，丰盛的画面领导伊，心会甲需要我甲你。台湾因为你的福气，乡亲因为你心欢喜，丰盛的画面领导伊，心会甲需要我甲你，心会甲需要我甲你。咱来荣耀归好主，阿门。咱请坐。不管即嘛是连什么款的处境，伊拢是咱生命的掌管者。咱一切所需要的，咱拢来交托。是咱的，不管是咱的困难甲烦恼，因为伊拢是永远的靠岸。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影这呢大，啥时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靠我。要往倒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是我不免惊。我就放心，无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若是我头汗，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心痛痛，风影这呢大，就是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找我，要往倒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你讲是我。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不敢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你是永远的靠主，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检查伫阮的生活中，阮常常拄着恶担当的事，
无论是工作生活、经济财务、身体健康，也是人甲人的人际关系，就亲像船只伫海面浮浮沉沉，时时困扰着阮。总是主你讲，既然劳苦搬重担的，通到我遮，我要互你得到安息。主阮知，你是阮唯一的帮衬，求你互阮伫患难中，能得到安慰，互阮放心，互你来牵带。求主成做阮永远的靠岸。阮搁一遍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来唱一遍。若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爱引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影这呢大，可是车袂停线。想要赶紧来靠岸，要往倒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耶稣听我听你心肝，毋甘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咱毋是我靠智慧，那嘛毋是我靠才能，咱是靠万军的耶和华，咱就会使得胜。咱的荣耀归乎主，阿门。咱三个来吟圣诗177首，177首，这是定生出发的日子。请起立吟全首。
咱大家有缘徛伫，用四道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手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43篇，启应文第43篇，详细以赛亚第12章。这是我来读，大家来应。伫迄日，你会讲，虽然你有对我生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你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上水。伫迄日，你会讲，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你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世间的人啊，着欢呼唱歌。神的上帝，因的中间真伟大。阿门。现在三个额头来祈祷。慈悲疼人的上帝，我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佮照你的像来创造阮人类，互阮通享受你所创造的。总是阮人无顺服，有阮犯罪堕落，离开你。你为了要拯救阮世间的人，就定着伫创世以前竞选阮，通过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伫世间。伊是上帝羊羔，替阮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所犯的罪，也赦免阮的辜负，佮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互见啊信靠伊的人有永远的活命。相信你也应允阮，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呾拢变做新的。通甲你好国和，也将即个劝人甲你国和的积分赏赐阮。你的疼极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学了你。总是阮伫日常的生活中，也有罪恶的本性，受着要挟，就会做歹，有做过失。阮伫遮要诚心悔改认罪，求你赦免阮，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伫基督内面来成做你的义。求你圣神来帮助阮，在日常的生活中，通遵照你所启示的真理成成，直到完全。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对你的人就无伫暗反转，要有活命的光。恳求你日日引带阮，行伫你光的内面来学习顺服，一世人来跟对你，服在你，遵趁你所交付阮的命令，四界传福音，为主来见证荣光你的名。今仔日是圣的主日，阮伫遮要来领受你对顶面赏赐阮的真理，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阮活命的饼。你讲，互人活的就是神，肉体无利益。你所甲阮讲的话就是神，是活命。你的话会改变阮的生命，互阮来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这是我特别为着阮所敬虔的陈克纳牧师来祈祷，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伊，感动伊，
互伊今仔日所传讲信息来切实阮的心灵。对待以后，大家坚守信仰，诚做上帝所欢喜感纳的人，同心做伙来起造教会。即时，阮会为着世界肺炎的疫情，也未解除来祈祷。阮求主施恩怜悯，早日讨棒遐会染着肺炎病症的人，恢复因健康，也互各国经济紧紧恢复，来改善百姓生活，早日脱离苦难。但今仔日，阮要召开今年度的后会，求主你对头甲落尾，甲阮三甲伫咧，平安顺遂来进行2020年的逐项事工的报告甲议事。但即时我要将这个盛会完全交托你的圣手，求主分别作成，圣神充满伫在座每一位。今仔日无来的兄弟姊妹，无论伊是厝外的，还是破病倒入床的，还是线路顶悬来敬拜的人，求你有缘来扶持因、看顾因、保守因。在座的兄弟姊妹，求主你赐予因身躯勇健、平安。愿一切尊贵、权能甲荣光拢归乎你。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共读圣经，伫旧约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15节。俄本的圣经第4页，汉语本的圣经嘛是第4页。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15节，这时我来共读。迄人甲伊的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该阮，讲我对耶和华庇佑，得到囝。佮生伊的小弟阿伯，阿伯是各样的，该隐是做田的。到日后，该阮将土产做礼物献予耶和华。阿伯也将羊群中头上生的羊甲伊的油摕来献。耶和华眷顾阿伯甲伊的礼物，总是无眷顾该阮甲伊的礼物。该阮就大生气，变面。耶和华对该阮讲：“你啥事生气？你啥事变面？你若行好，则无得到甘纳；若无行好，罪孽唔会伏伫你的门口。你要乱无伊，伊要管辖你。”该阮甲伊的小弟讲：“以后因伫山里的时，该阮攻击伊的小弟阿伯，甲伊杀死。”耶和华对该阮讲：“你的小弟阿伯伫倒落？”伊讲：“毋知。我检视固守我的小弟的毛。”伊讲：“你有做啥物？你的小弟的话的声伫地里后叫我，地有开喙，对你的手来接收你小弟的话。当你要对这个地受咒诅，你正做地无要出产，互你。你要四季走，漂流地上。”该阮对耶和华讲：“我的刑罚太重，过头伫我所画转。你今仔日赶我离开这个地面，无通住伫你的内面。我四季走，漂流地上，竟然拄着我的要杀我，要杀死我。”耶和华对伊讲：“因为安尼，既然杀死该阮，要受7倍报应。”耶和华就甲该阮立一个记号，免得拄着伊会杀死伊。以上观上就是我家己话。这时，咱来学乐，请圣歌队。学乐的诗歌是有一位救主，有一位救主，来去请。
唱歌队献诗，下面正道要请陈牧师，伫今日正道的题目，请做上帝所感念的人，现在请陈牧师。咱所敬听的姊妹大家平安。那假使我做一个信徒，一个下面吼，我不时来祈祷讲，这是一个非常享受一个时间。总是咱做会友，唔通只有享受伫礼拜中间，真侪人所经营、所准备为咱所准备真好的礼拜听书。较重要是讲，咱倒转去的时阵，你本身知影讲要怎样甲这个上帝话结连做伙，这是较重要的代志。比如讲，咱伫读这个创世纪，咱要读细日的读，第1章到第5章，伊会引带咱进入到这个咱心底非常深沉的世界，然后认捌讲，咱人真实的人生。他在张老给咱读的这个经文，你想讲，咱敢会亲像这该稳吼？煞将家己兄弟杀死啊！你愈读时就体会中，原来人心底这种的自我怨妒、闪避这个自尽的性格是遐尼啊真实，遐尼啊亲像。相信知影讲人家己无法度拯救家己，不断想要活伫这个罪中间，而且是愈来愈歹。咱的生活是愈来愈进步，但是咱的生命品质愈来愈歹。你去研究一下，全世界这个杀人这个数字，离婚或者是做歹代志是愈来愈低，还是愈来愈悬？你就知影讲，人的世界是安尼。第三是讲，人误解讲用家己的方式，想要互家己活了真好，结果是愈歹。这是一个事实。梦想真多，实现的实在是无偌济，痛苦加添，搁较多。感谢上帝，若无伊本身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人是永远无得得到拯救的道路。咱做讲阿门。创世纪是甲咱讲一个事实的代志，毋那是讲一个故事。原来上帝创造是非常水和諧，人的祖先亚当夏娃伫这个爱中园享受上帝祝福，然后人受到这个魔鬼诱惑，想要亲像上帝同款，想要靠家己判断来决定讲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安尼好，你来决定。啊，上帝也无主动。真多人问讲，上帝你该无主动？你若主动时阵，这个世界都无这个歹啊，干嘛呢？结果人违背上帝吩咐，食了迄个分别好歹的果子的树，当因食了这个果子时阵，因真正目睭都拍开啊！总是撒旦骗因。为得到亲像上帝遐尼有智慧，总是无真正实现。反倒因加添真多歹的知识，什么是歹的知识？占为己有，无介意别人物件比我的得到较好，怨妒心真多这财物突然间拢出现啊！无必要知影的代志，你拢知影。这财物。互你我拢无法度处理，真可怕！这财物因带咱进入到更较深沉的危险，破坏人的性命。所以咱看头一项，亚当食了这个分别好歹果子的后果是安怎？头一点，因的心对了有了这个歹知识甲见效知识。圣经讲，因两人的目睭都。开就知影讲，因是汤巴体，
就凭这个无会歌手的血为家己做群。我读高小时阵，迄个拉拉山，迄个神木群，才发现我老爸带阮遮做细囝来上山去看。暗时时阵，住遐个信徒的厝，迄差不多是有50年以上的代志啊。路真遥远，弯上山，真忝。清早时阵看见细囝伫迄个外口伫遐佚佗，汤巴体哦，啊，即个面吼。拢红红的，你甲摸时阵啊，小可呢，吼，定定安尼。咱就讲啊，袂见效，袂见效。即摆较想起来哦，什么人上？什么人？才真正是袂见效。因拢无即种分别，无即个知影见效的裁判，拢无纯真到即程度。兄弟姊妹，咱真高，人真高，本来免知影代志，你我知影，颠倒较无好。所以有一句话讲，天顶掉落来，这个礼物吼，唔通凊彩摕哈。人对了了后，才知影讲，迄个时阵对了正经，只有知影做好代志的这个财物。无即个做歹的财物，总是食了即个价值了，就知影做歹的代志，这本来无需要的，这本来需要。食了后无法度脱离即个状况，比如讲，即个食毒的人，靠伊家己无法度脱离啦。第二点，人的身躯也歹啊。本来咱人是受创造时阵是属伫属天的，咱读即个哥林多前书的时阵，这个身躯是亲像上帝相共款，袂死的，无判病的，但即摆呢，自从你食了后，上帝就讲，你食迄日起开始，你就会死。死是什么意思？除了离开上帝以外，就是讲，这个身躯开始会毁烂去啊。第三项，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变化。哦，这个真非常趣味的代志。本来人吼，甲上帝之间是非常亲近啊。有一条诗歌，他和我走在花园当中，有无？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对家来。哦，咱做伙来读这个经文好无？日亮亮的时，耶和华上帝行游伫园里，因听见伊的声。迄人甲伊的妇人人就必伫园内的树中来闪避耶和华上帝面。耶和华上帝叫迄人对伊讲：“你伫倒落？”伊就讲：“我听见你的声伫园里，就惊，因我脱拔体就家己美。”这是亚当夏娃两个人讲的话啊，非常趣味。啊，上帝讲：“嗨咯，你开爱美起来。”你哪会知影？你家己伫脱拔体这项代志是见效？你是毋是食到我所讲？毋通食迄个物件啦。这就是人的真实面。到即阵有缘是安尼，甲你主动颠倒来破坏，规定遐尼多，颠倒就无爱遵照迄个规定来行。所以到即阵，是毋是头拄牧师嘅伤大力是嘛？我毋知，我功力遮强吼，请谢你一个。到即阵，咱人是安怎真困难，团好你心随来信主，都对遮来。毋捌上帝，无爱亲近上帝，惊吓上帝，离开上帝，闪避上帝，这个心态对倒位来？对古早来。第四点，人甲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啊！本来是相听的，即摆呢彼此来怨妒，个人吼来推卸责任。亚当对上帝讲：“你所互我迄个妇人人啊，伊用迄张树的果子互我就食。”
埋怨伊的负责人哦。啊，即马即个负责人话怪什么？怪蛇啦。伊对上帝讲：，迄个蛇拥有啊，我就食。到即阵，无能安尼。不管是夫妇，不管咱伫教会，不管咱伫什么工作，拢有即个机会吼，怪别人就赶紧来怪别人。咱请即个律师有当时阵吼，毋是要来承担家己的责任。咱有当时阵请即个法官，也是讲即个律师是帮助你我会当闪避。这是条真歹。第5点，罪恶进入到人世界，苦难开始出现，死就变成做人生的结局。圣经讲，罪是对一人入了世间，死也对罪入，安尼死变到伫正人，因为正人捌犯罪。搁一位圣经讲，人在一切受造的物，到即时腰地三角吐开苦痛。本来是无死的，咱即马所做一切，哦，你彼此中间你讲啊，年老了吼，即马年老，像我牧师超过这60几岁，开始讲话哦，讲这个病院愈来愈多啦，看医生愈来愈多啦，讲这个药的代志，健康的愈来愈多啊。比较这个少年人无咧讲这项代志，哦，安怎是安怎？是安怎？咱非常注意到咱的瘦身、保养。因为安怎惊死嘛？第6点，罪人的结局，毋那是咱这世间的这个身躯会死，因以后也要拄到永远的刑罚。迄个惊吓到即阵，永远的控告咱所有一个人，咱所有人。所以讲到这时人不只心情而叮当，总是咱要感谢上帝。等咱人对那时阵。面对这个永远袂无上帝拍开这个拯救的路，无咧听受伊的独生囝完成这个拯救的道路，所以咱到这个时阵是安怎上帝无随调咱倒转去的原因有一点，赶紧去招呼遐人，赶紧去引带你的亲戚朋友，这是咱台湾教会徛起这个所在目标啦。这也是你我将做一个信徒的目的，咱做讲阿们。第2点，咱来看，伫这个经文中间，咱看见罪有一个传染的性质，也各为穿透的溃烂、穿透力。当人生活伫出现这个无杀的时阵，就表示讲，这个生活环境是歹、无健康，也就是讲，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无信赖偏见，我讲这个事实，这个无信赖甲偏见啊，表面上是看不出来，除非迄个引发迄个事件代志爆发，所以一旦这个冲突发现时阵，点到你我心底迄个冤仇，这个冲突就出来，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想要来发泄心底这种愤慨。咱这个所在小可了解，人心底这个怨仇是怎样来产生的？产生咱心底这种怨愤，至少需要4项的条件。头1项时间，第2环境，第3事件，第4项错误想法。这4项加做伙。累积这个怨仇愈来愈久时阵，爆发这个溃烂愈来愈强。所以咱看见该隐将家己兄弟压迫太甚，你看，那安尼，咁兄弟表示讲这个怨愤藏了非常久。这个怨愤的情绪，伫每一个人心中拢有最大的特色，就是讲。拢无去反省家己安尼想敢对，无去客观去问，迄个人敢真正是安尼？拢无去想，开始心底开始怨愤，这个埋怨，无想要来调整家己的想法，无必须离开迄个角度，用无相款的看法去看迄个人，也是讲迄个代志，拢怪别人就对啦。所以咱伫第4章看起来。
这撒旦的应允是非常大的白插，因为亚当夏娃对上帝无顺服，无信甲万寿来取代原来信赖个和谐，罪恶的秩序，递到人甲人之间彼此责怨，直接咱看见兄弟彼此中间的代志，然后需要推卸这个责任，这种背力万分充分的看见讲。人本来活伫这个爱长园中间吼，这个罪吼是愈来愈歹，愈来愈严重。伫这个所在，咱检查问一个问题，讲到伫这个世间，咱继续看见真侪可怕代志发生，讲这一切甲这个亚当夏娃拢牵连做伙嘛？因的时代。距离咱遐尼遥远，因所犯的罪，兼遐尼悠远，深深地影响咱人这个世代的生活嘛？对，这就是罪的传染性，罪的穿透力。罪的传染甲穿透力无受时间的影响，无受。最好做一代传一代好，又无咧学习歹，传遍天下。我讲一个故事，一个清早一个夫妇吼，毋知为着一个小可代志冤家，做红婿气噗噗离开塞车，伫高速公路塞车不遮紧，哦。啊，有一台车想要闪避这台车，就闪开，险险弄着，总是弄着一丛树。啊，塞车人是公司的头家，上班的时阵心底非常的生气，所以开会的时阵气噗噗，凊彩骂人。这20几个人，这员工，那想讲是安怎？清早就要拄着这项代志。所以上班时阵气氛就真歹，下班的时阵气氛倒转去，看去某还无煮饭，囝就四过走，涂骹真垃圾，就开始就生气，你看，啊，这始作俑者是什么人？就迄个啊，这叫做恶性循环。恶性循环的代志，逐工在出现。恶性循环的效果，经常是差不多拢超过咱想象。最后啥呢？咱实在唔知影讲亚当夏娃恁咧食这个果子了后，效果遐尼影响严重到这个时代。所以至少咱有一点，都要非常知影，做老爸老母，咱的性命的特质，深深会影响到咱个囝儿的性命特质。有一个夫妻人伫煮鱼啦，伫煮鱼时阵，伊拢有一个习惯动作，将这个鱼头鱼尾给切掉。咱问讲是安怎安尼做？伊就讲我唔知，我的妈妈都安尼做。煮鱼时阵将鱼头甲鱼尾给切掉。啊，妈妈唔知啊，啊妈妈就问阿嬷，讲阿嬷是安怎你煮鱼时阵安切掉？阿嬷90几岁。行路真慢，他讲戆囡仔，你想看卖阿嬷生活迄个时代吼，买袂着较大迄鼎啦，鱼佫都遐大只，无将这个鱼头鱼尾做掉，要安怎煮啦？这是事实啦。咱袂当问家己的爸爸妈妈是安怎，阮会怎做你的囝儿？总是当咱开始知影讲分别好歹，进前咱老早就继承顶一代原来的罪性，这个罪性真早就藏伫咱的心底啊！这个心底形成这个想法，这个形成风俗、习惯、制度、教育，结果叫咱无爱去敬拜上帝，反正去敬拜上帝所创造的创造物。古早的人教育离开上帝遐尼远。你就知影讲，人对上帝欠缺敬畏，拢是对亚当夏娃对遮来。
你是讲要怪因嘛？毋是。创世纪甲咱讲，这是事实。你我都要知影，这个罪性会影响到这个时阵。可能你毋知影，讲你即阵所做的代志，会真深的影响到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啊。阿当夏娃食了这个果子，显明咱心底有一种想法，想要亲像上帝同款，毋肯来降服，毋肯来悔改。这种特质非常亲像，总是阮感谢上帝，这是一种事实，总是阮袂当靠家己来挽回这个情绪的时阵，只有上帝通过伊的囝儿耶稣基督，会当改变。第三，咱看见阿伯甲该恩的限制，伫这段经文来表明了非常清楚。然后咱来看见这个罪的变形，就是这个开变成做不杀。对整个的圣经的角度来看，该恩杀死一家兄弟的事件，表明讲魔鬼诱惑这个亚当夏娃以后，伊的这种的手段是愈来愈残忍，愈来愈歹。昨我看一个这个电视报道吼，你看真侪要自杀的人吼，不管伊徛伫迄个桥边啊，还是讲这悬崖个山顶安怎啊，对顶悬的掉落来，拢有普遍一个形象。到迄个时刻的时阵，非常紧张的时阵。伊想法种拢足奇怪，拢毋捌想上帝。迄个想法非常奇怪。我相信讲，伫古早时代，该阮会做这样代志的时阵，伊做迄个动作本身也毋知影到底伊做什么代志，受魔鬼撒旦控制到就非常恐怖。夏娃头一个囝，伊名。叫做该恩，该恩原来意思是小我和我得到一个查甫，意思是讲一个人。夏娃意思本来对伫这个爱情受距离开时阵，总是上帝幽怨对伊非常慈悲，替伊来做啥呢？知无？做啥？然后讲恁离开，然后伊生一个囝。这个囝叫做一个完成一个真好的人，就表示讲这个人标甘菜会拯救亚当夏娃伊的家族。生着你囝阿伯，阿伯原本的意思是讲空气一口气，意思讲夏娃生着你囝时阵，迄个欢乐快乐心情，无亲像生着第一个囝共款。圣经的描写这两个囝的时阵，平行中间，你看一个字讲，耶和华管过阿伯甲伊的献祭，无管过该恩甲伊献祭。该恩是正常的，伫写讲伊献祭互耶和华上帝时，无清楚讲到底你献什么物件，正常的真罪嘛，正菜还是讲进什么真罪这个代志当做，总是无写清楚。总是写了这个阿伯的所奉献的非常幼，伊献羊群的头先，伊献这个羊，这个羊的羊吼。所以我们讲耶和华上帝管过管过阿伯甲伊的这个献祭，无管过该恩甲伊献祭，真侪讲道人都解说讲是安怎上帝有管过阿伯的。因为伊迄个绵羊有老血，伫遮都要非常清楚讲，这款的解说是毋对的。上帝感达阿伯所献，无要感达这个该恩所献，甲这个献祭本身是无什么关系，是安怎？咱非常清楚，献祭律法的规定是2000年以后的代志。摩西还无出生啊，律法还未产生啊，拢无啦。所以这项代志袂当摕来批评，
上帝有爱这阿伯所献的，无爱这个该隐所献的原因，毋是这样代志，是安怎上帝无管过该隐所献？伊对家说讲：你若行好，减无得到感纳吗？一句话非常清楚，原因伫你若行为若好势，平常时阵你的生活有非常好的见证，我甲你注重，我甲你感纳。所有当地问讲是安怎？原来该阮的行为本身就证明讲，这人本身就想的代志拢是歹的。伊对所奉献代志、准备者的代志拢凊彩的。总是阿伯这个本身伫圣经中啊，拢无得描述伊的人真少，拢无得讲话。总是伊备办为着上帝要献的代志，代表伊对伊家己对上帝这种疼心，非常自信的准备头先上好的。我回想我细汉时阵，住伫山顶，我敢一个厝，第个所起做的厝。我的老婆有一个非常非常亲近的一个朋友，李春生长老的第三代囝，李长老，伊对台北这个大长条教会，坐一公车到伫山骹，行路到山顶，因为交往超过30年以上。李春生长老本身有经营一个罐头的事业，不只好。对这个收入中间，逐个月也通过我老爸去帮衬，住伫山顶遮的团购者，逐个月哦，汇票哦，超过20年以上。你算看卖偌济钱？所以每一遍来之阵，阮老爸老母吼，都准备真好物件。迄个鸡甲鸭吼，都随着注明哦，都一只。你注意哦，3个月以后，你若大汉，我都爱将你来准备吼，做人客迄个好食物件。传好势哦，迄只鸡，迄只鸭，拢准备好势。人客来的时阵，阮秘伫这个厝的边啊，袂使做伙食，啊食只人客食剩的。所以伫外口伫吟讲啊，拜托拜，迄个鸡腿毋通食，毋通食，毋食啊，食了啊！啊，谢谢。啊，食了，我开始心底就讲痛苦，讲妈，你过来安尼将迄物件拢转互伊。我从细汉，我老母就知影讲我心底痛苦，以后就咧做即个煮好鸡肉吼，迄个鸡腿先速剁断先好食。因的交往非常好。我的妈妈有当时到台北的时阵吼，都做过年时阵发粿啊、什么甜粿啊，拢做好势。哇，叫阮这细囝拢爱捧。你知影迄个时阵公路节车吼，规个台车拢是挤满满啊，味真臭。过年时阵，什么物件拢有，全只物件到伫台北，哇，真忝。然后食这个饭啦，凊彩都转来，换了3班的车，我转来时阵拢会吐，因为迄个公车的味真臭。细汉时阵食愤慨，无爱去台北，无爱来桃园，甚至大客拢无爱来。当时大汉了后，才知影讲是安怎爸爸妈妈爱做这样代志，注重，非常注重伊甲伊的交情。所以对因会准备的物件、传的物件非常细致。你若是上帝，看起这个阿伯，用这种态度准备这个头生的羊，要献给上帝。咱的上帝敢真正爱惜这个礼物吗？不是啦，是以阿伯平常时阵伊的行为，伊准备这种礼物的态度，对上帝遐尼尊敬、细致、感纳啊！惯过啊，感谢呢。咱做人吼，凭良心啦，咱拢有朋友对无？好朋友你会安怎样来款待？
亚萨老师，你伫哪来？甲你准备好势啊？拢我，你没什么拢我，你伫哪来？你若无缘无意的朋友，某某人，我要来你的厝，安尼哦，歹势啦，无拄好啦，要出去啦。人送物件你就看，无论是安怎，什么款礼物你都要看清。你做什么礼物啦？都拢无你这真细致，安怎？咱对朋友都看出来，到底你意爱这个人无？你若注重你所准备物件，会当表示讲你对这个人的感情安怎，友谊是安怎。兄弟姊妹，阿伯是对神献祭给上帝，比该运较好，对安尼得到感情是义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对这会看见几项代志啊，无说讲都爱缩短吼，都爱检验你我对上帝的奉献的行为，都跳落去，再下来。好，咱来读这个经文吼。保罗本身对上帝献祭，当然伊写伫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节到第3节，咱做来读好无？我说书话讲人甲天使的应语，若无真爱，我就正做响的铜器，弹的喇叭。我说出最先知明白拢总的奥妙，甲拢总的知识。佮说出有招逼的神教也来移山，若无人爱，我就袂算做是啥物。我说出尽所有来敬祭，佮献我的身躯和血烧，若无人爱，就我无得到利益。你看，这是奉献最悬的标准。请问？态度是毋是比礼物本身较重要？请问你这个人的本身的本质，比你会当做什么物件，是毋是更较重要？这是读这个经文中间，会当互咱来反省这样代志。咱将做同教有一体，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要来奉献？我想有几项原则吼。在下面，头一项，注重内在性命，甲赢祭物本身。第二，人的平常时阵的生活见证，甲赢献祭行为。第三，追求为着别人的利益，甲赢为着家己的利益。你唔通想讲哦，我来遮所来奉献上帝，检查上帝为着我来备办更较好的回报。你去读圣经，你去知影讲保罗奉献，伊尽一切，那卡苏无这个仁爱，我所做一切都无算什么。伫新约圣经中间，至少有4种灵祭属灵的祭。哦，头一项俄勒祭，第二项最好甲攻击的祭，第三疼心的祭，第四丢磨的祭。这4项祭，你若仔细去看的时阵，拢属伫内在的。拢属伫生活的行动，拢属伫身躯的调磨，甲表达疼心。咱的上帝虽然是高高在上，总是伊是体贴的上帝。伊真正是无稀罕，咱会当对这个对面上创造什物件献互伊，哦，是美金啊，还是新台币，拢用袂着啊。咱真正是将这个牛甲羊甲杀死，千万这羊献互上帝，伊敢会食？伊无要食，总是伫这过程中间，从头到尾，伊拢看态度。讲一个咧，扫罗王少年的时阵，上帝非常欣赏，
但是到落尾时阵，伊开始自大自我、骄傲时阵，本来毋是伊爱做献祭代志，伊抢来想要做，伊献祭互上帝。上帝讲安怎？我甲你讲，我无遗憾，顺坦较赢献祭。倒转到咱台湾教会，我常常为着咱教会祈祷。咱教会亲像中的教会超过130年以上，知影讲公职牧师离开，你也听候一个新的牧师。我想咱问一个问题：是你我要听候一个更加好的牧师，还是讲你我本身都爱有新的决志？我顺谈上帝所赐的牧师，伊是较高安怎？迄是另外一回事。总是对伫我，会当家己进一步讲，我要为神更较亲。伫咱手这中间的应该是第4啊款。咱的目标是安怎？我看见一项，每一个人爱读圣经。我看见讲，每一个人拢会当传福音。你知影讲传这3个字，咱听了非常久，对无？总是那本身来讲，我爱传福音时阵，就产生一个行动出来。这个传福音的确爱引出一个人，无可能讲一下伊就开始来改变，无可能。你来听一个人爱时间，爱证明，互这个人放心甲你交往，互这个人真正是看见你心底真正是为着伊的灵魂来付出，你为着伊的代志祈祷。伫今早起就问你这项代志。现在圣经对你讲，我的囝，你奉献不加多，总是唔通将这个奉献误解，干那是心态变尔。我爱你行动，我爱你离开世事的生活，我爱你伫平常时间中间，我听见你怎样来表现，你听我，亲近我，将我的话读伫你心底。真正是亲像诗篇第1篇中间同款，你爱将你家亲像一丛树栽伫溪边，听候我将这活活水、生命水灌入到你的生命，你有准备好势无？我的囝啊！我无爱用你家己角度想象来对我来服侍，唔通你拢走纸去啊啦！你愈热心哦，愈走纸，你拢无照我的话，你拢照家己意思。伫教会中，我服侍中间，你咧拜帖，其他的人是安怎？你个性遐强要创啥物？我爱你点睛，我爱你真正是好好去参加小组，我爱你好好听神为着丢落来祈祷，我爱你看真侪人信歌对这个敬拜团这服侍当中，你看因做代志，因拢点睛咧做代志。你开高高念遐多话，要创啥物？这就是我咧读圣经中间，圣经对我嘅感动话，讲耶稣去到台湾教会，清楚讲出来这个话啦。咱最后讲阿们。感谢上帝。我逐摆定心伫读圣经时阵，定心要准备讲道。我拢爱做这样代志，圣神叫你先对我讲话，你会看出牧师讲道的热情吗？那假使你看出我讲道的感情、诚恳，这就是圣神对你我讲话。咱做来祈祷，爸上帝，我很感谢你，你爱台湾教会所有兄弟姊妹，通过你家己的话语。求你来改变、修正，兼在伫阮心底中间有真侪错误想法，也是讲真固定的这种自私的信仰的表现。阮并且做真老基督徒，总是拢无成善。
主啊，求你互阮看见，讲是安怎你管过阿伯的，伊这个人甲伊的限制，原来你早就欣赏阿伯平常时阵伊的生活的见证，所以，阮将这项代志藏伫阮心底。虽望这个世间愈来是愈险恶，总是阮感谢主上帝，你互阮有希望。伫耶稣基督的身上，阮得到头棒。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下面咱来继续吟诗学乐上帝。圣诗608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608首。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下面咱来奉献，请副局方执事、华明会执事来书献。
请大家起立，吟奉献的诗。下面我来报告，的大声，请咱来读今仔日金句。我读一摆，大家对我读两摆。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仁义。伊要指点你的路。箴言第3章第6节，请。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仁义。伊要指点你的路。箴言第3章第6节，搁一摆。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仁义。伊要指点你的路。请咱掀开招报，招报第1页。欧洲的这个侍奉，咱这有一个名册表，有参加这个侍奉的人员，请咱家己看，来准备心，后礼拜来做伙来侍奉。顶洲聚会的情形，咱大家来参考来看。教育部的课程，咱这下面拢有，咱要参加这个修习班，也是正式的课程的，也是主日学的聚会，请咱来准时来参与。第3页、第2页，周间的聚会，有的是暂停，有的要受咧继续，请咱来看，准时来参与受造就。教会小组的聚会，咱嘛共咱看这个名册表，来参与。第3页。教会小组的代祷事项，在这个公道的事项，请咱大家来参考。伫这个小组中间互相代祷，关心代祷。第4页，主日的奉献名册，咱顶礼拜主日奉献的名册，咱家己看。留定大家毋对的所在，往中集来提出见证。第5页，消息报告。今仔日咱和会结束了以后，请小会员到701的会议室来召开协调会议。第2项，和会若结束了后，这妇女团契的成员去6楼要来联系，做伙联系。后主日3月7日，咱有这个吴富仁牧师的培灵会，除了正道以外，佮煞接个培灵会，我望咱兄弟姊妹拢有当参加，咱有备办这个便当。第2项，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请咱兄弟为你代祷。后礼拜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为因来关心代祷。第3月会的特约长老执事，长老是王浩杰长老，执事拜6的是陈柏元执事，礼拜是黄传进执事。第4项，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呢，得胜者的团契成员到701的会议室来联系。第5，后礼拜中昼12点，伫9楼主日学教室要召开主日学的会议，请各级的老师甲行政同工拢来出席。第6，后主日1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准时参会。小会报告，咱继续，虽然这疫情有较缓和，总是嘛，咱要继续来保持这疫情入教会阵来喙炎拢爱挂咧。来去1楼量这个体温，若这个身体若无爽快就留伫厝诶咧，伫线路来看。入去这个教会进前爱刷卡咱以后好通追踪。第6页，教会消息，因为228的这个假期是这个国定的假期，所以咱这个办公室有休困1日办公室有休困1天。教育部的奖学金的审查，对今仔日开始接受这个申请，接受奖学金的申请，到3月14中到12点的截止。
请咱有即个成绩单啊，优秀学生哦，摕互即个老师，也是交互即个辅导，来即个参加即个力学金的审查，审查。那教界消息，2021年即个成德中会教育部有即个教会领袖甲同工的训练会教程课程，即个时间拢总为6摆吼，拢是拜六早起8:45到12点。要参加的人，一摆是200块，若全程拢有参与的，就算1000块，较俗200块。详细情形来看即个4楼的公告栏。2021年暑期甲助理学教材研习会，伫3月16拜六9点到12点20，伫成德中会，一人参加的人每一人是300块。详细来看4楼的公告栏。其他消息。后礼拜主日12点，伫701会议室召开合作社理监事会，请理监事来准时参与。后礼拜要来举行3月份的生日，才有名单一只，毋嘛拢会当来参加庆生。以上，咱即时要来请张传道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阮即马先来介绍，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伊叫做陈莹婷姊妹。好，你好，来拍拍。我代表咱同教会非常欢迎你来参加咱的聚会，吼。这是咱来感谢虽然讲阮已经浸任吧咱的陈牧师，但是我嘛要感谢伊今仔日带来即个美好的信息，咱用普仔声来甲欢迎甲感谢。好，以上报告。因为咱来进行和会吼，一礼拜和会，咱要请议长来主持。我主持这个会议真短啦吼，所以请大家小可讨论一下，坐一下吼。咱同教会在职会员是拢总有281名，扣除有请假50个，今仔应该出席是231名吼。照法规就应该要有116个来出席。今仔日。咱有实际上通过小会同工安尼一个报名吼，人数拢总155个，所以开会成会，咱做伙来祈祷。爸，我的上帝，我感谢主上帝引带，同教会旧年有真好诶教师的成长。虽然阮拄着真大即个疫情的威胁，总是通过长老、通过中职。通过做这的同工调和照顾，互阮安全顺遂，会当通过旧年一年。在新的一年中间，阮恳求上帝继续来带领，互阮伫各所在拢当照你意思来行。所以短时间的报告，求主互阮有教育、聪明、智慧，互人会当用一款的看法、一款的心来起造主上帝。你互阮的教会甲责任，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这个时阵无需要小可报告，因为这个真侪包括中会、其他教会关心到咱伫这疫情中间，所以礼拜也是讲开会尽量爱缩短啦吼。所以无需要恳求大家，是毋是稳准确定的报告，请5个委员会的召集人部长来上台报告。是毋是安尼就好啊？会使无？吼，那准安尼行的时阵，是毋是会当有一个人来提名好无？提起来接纳，那安尼行就好。5个部长来报告。这个传院长都提议吼，有人附议无？一人举手好无？朱德长老后面那位姐妹。因为我目睭糊糊，我目睭糊糊看无啦。对。报名朱美妍吼，复议。朱美哈，赞成下举手。多谢。
咱即个时阵吼较快吼，先看啊，照规定都爱先读迄个旧年的第4页，旧年的即个和会的议录，真简单来读书间重点报告吼。咱旧年2020年，即个和会中间有召开接纳工作报告，甲第年度的即个会计决算，新年度的决算有算。还佫有选2位即个检讨委员。第二，还佫有临时和会，咱有选举即个部分的长老甲执事即个记录拢真好势。请问有人来提议来接纳旧年的即个和会记录无？有一人提议接纳？来，举手一个好不好？拜托。接纳。最后面主的长老。名字报一下好吗？不好意思。王传俊。王南俊。王传俊提议。王传俊提意见啦，我复议无？加。贾真。牧师眼睛看不清楚啊，报一下名。对。慧玲。慧玲复议哈。邱慧玲复议。好，接纳旧年和会的记录，请举手。多谢。那这个时阵，咱来请传道部的部长。建州长老到头前来报告好不好？这个我们用这个前面这个就可以了哈。咱尽量重点啦吼，我实在讲感谢这个同工，旧年中间这个调和啦吼。议长、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传道部报告。传道部。这个整个组织内面包含3大部分，第一个青年礼拜，第二个是圣歌队，第三个是这个敬拜团，或者伫咱的和会手册28、29甲31页中间吼。传道部这边则主要的工作的重点，就是配合牧师做这个宣扬的事工甲崇拜的这个优化吼。所以终极的目标是伫个。福音的宣扬、教学发展，甲建立传承吼。这是几年来咱拢照这个方向、这个策略咧做。所以执行的核心的概念，就是通过沟通、通过连接甲合作，各部门的合作各部的合作来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工作的重点，行入社区、青年。第二有2个议题是青年事工甲福音的事工。3个做法，就是崇拜品质的优化，即透过媒体事工的团队来进行社区牧区化的增长，甲福音事工的深化。所以伫2021年，咱主要的计划性的目标有5点，就希望咱的福音队福音初级，另外就是咱的敬拜团乐手的培养甲扩大，需要服侍的人会当。更较侪人来参与社区的传道事工，甲福音组织，咱希望伫咱的即个崇拜的时间年度顶半年甲下半年拢会当做即款的安排。另外就是咱因应疫情的即个影响，来媒体的宣扬甲线顶礼拜即个优化，咱是工作的重点。以上报告，多谢。好，多谢。咱先请这个教育部的长老部长来报告。牧师，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教育部的报告就是对33页到51页，这所有团契拢伫内底吼。当然，咱会使兄弟你若转的时阵会使看吼，就是这个内底的内容若有啥物问题吼。咱会使欢迎，拢会使随时来甲咱反映者。咱这教育部2点甲大家简单报告者吼，就是伫36页，36页，咱讲2点尔啦吼。当然，咱头拄有听牧师讲，咱即马就是要即个教会来读圣经，推动即个教会读经吼。即个部分咱也是请咱兄弟姊妹大家来配合啦吼，逐工来读圣经。咱过来主要是第3点，甲大家报告者，就是咱邀请这个陈尚的牧师吼，
伊就是要来甲咱主讲即个读圣经甲祈祷啦吼，伫3月28号吼，即讲的讲台。吼啊，伊的良性议题是放伫礼拜煞就要来做一个良性议题，为圣经吼来看良性吼。啊，所以咱请咱的团契啊，各个团契啊来注意即个时间，咱鼓励咱的即个学社少年的吼少年团契，即啊兄弟姊妹拢会使来参加吼，参加即个陈长朗牧师吼，陈长朗牧师伊的即个两性角度的，为从圣经来看两性。啊下面即后壁的事工就是请咱兄弟家己看，啊就是伊愿拜托咱兄弟鼓励咱的细囝来参加教会有侪的主日学，也是咱的团契。好，以上。真多谢，咱续接请关怀部的长老哈简诚长老来报告。请掀开52页。对，好会手册52页，关怀部的报告。咱关怀部内底最主要内底有一个关怀委员会，关怀委员会最主要是关怀这新人甲信徒，甲这个乐龄关怀据点，乐龄关怀据点配合这个咱双联团契，每礼拜3的一个活动。第二，这个委员会是服务委员会，不外乎就是爱餐、交通，甲小天使计划。搁加一个这段时间的疫情的防疫小组，咱的疫情防疫小组拢是咱这个服务委员会内底遮。第3点一个就是婚丧喜庆墓园管理委员会，这个是咱教会内底做了真一个有一个处事的一个委员会，譬如喜宴啦，是讲这个丧事，一切拢是咱这个婚丧这个委员会来处理吼。过来看这个53页这个2000去年度这个事工的报告内底咱家己详细家己看吼。续接咱看54页咱2000块明年度咱的工作计划今年度啦这内底有12点咱大家家己详细看。最主要咱看这婚丧这各种拄了这个关怀部的内底管理办法咱能看103页甲105页，103页甲105页就是这个。结婚礼拜新人的注意事项申请表治丧工作分配表106页甲107页那拄了这个小天使计划110页甲111页关怀部内底的预算再甲结算伫73页的一个报表内底去。关怀部内底各项的这个庆慰金的支付办法伫110页下方。以上是关怀部的报告。好，多谢。咱续接来请行政部的部长来报告。大家平安。平安。我行政部于志平代表报告。行政部就是伫咱教会的软体甲硬体这部分是爱来做处理的，所以伫教会你坐遮，咱的场地也是咱的环境，这的经理也是注意拄则咱的布幕掉下来，这就是行政部的工作。所以呢，伫遮咱除了这呢，还阁整座咱的大楼，出租，还阁有。接续这个问题嘛是由咱行政部处理的，包括咱的办公室，这个干事这个工作的问题，拢是爱行政部来处理，来支援咱达部，所以咱行政部是做支援的工作，并不是在主导，所以我们是属于后勤单位，伫遮呢，请大家呢，若是伫教会有啥物会看到安尼需要给改善的。会使来咱行政部来报告来告知，谢谢。咱的伫咱的后壁呢是咱有预算，预算部分呢，这都是有行政部本身家己爱处理爱支出的，还阁有咱的大楼支出，所以呢，伫遮大家一同来学习，来关心教会。这是我伫遮大家报告，以上。多谢。咱接下来财务部
漳州长老，顺便报告决算甲预算吼。议长各位会友大家平安。财务部报告伫第58页，这是咱的施工报告，甲咱的执行的报告吼。咱若看咱的迄个第58页是财务部的报告，第59页开始就是咱各团契，因为咱今年将所有的预算甲决算，拢集中做一下，咱去看的时阵会较方便吼。去看的时阵会较方便。第58页、59页开始吼，就是咱各部各团契的报告。第80页就是咱的前者基础。等下咱要看这个表吼，81页、82、83，这就是咱的会诊表。85页开始是咱的会计师的签证吼。咱117页到121页就是咱的奉献各会友的奉献的明细。咱去年开始，咱的所有的奉献吼，咱会甲国税局连线，所以你若有去查迄落的时阵吼，你奉献证，你若用迄个电子报税的时阵吼，直接就拢会走出来，毋免都摕咱教会摕奉献证明。假使你若讲要爱纸本的奉献证明，咱甲咱的会计干事检举好，爱就开互咱。咱即摆是直接含国税局连线，所以毋免伫教会无都发奉献证明。你若报税的时阵，伊直接就会落来吼。后来咱来看咱的80页遮吼。教会收入部分吼，教会收入109年的决算吼，是709,840块，这是咱教会决算预算1,110年的114年的预算1,025,9,500块，这是咱大楼教会部分，来咱看大楼的部分。大楼109年的决算是392,1,328块，咱的预算，是395,5,630块，这是110年的预算。咱合计收入的合计咱明年今年的109年的迄个收入的合计是1,093万1,168块，这是咱的决算。预算1,421,5,130块，咱明年的预算是1,421,5,130块。这是咱的预算的收入的部分，咱来看咱支出的部分因为咱这个表安尼分做4部分来看，安尼较大字啦。来支出的部分，支出，咱109年的支出支出的较大条就是1,832万，教会部分1,832万，1,833万2,812块。怎样会支出遐济？就是咱包括咱迄个中山教会的部分中山福音中心1,200,8,100块包括这部分，所以咱的总金额就是1,800几万这是咱的教会支出。咱明年的预算教会的预算的支出就是845,3,886块。这是114年度每年的预算，教会的支出。来大楼的迄款支出去年就是571,5,737块。大楼每年的预算就是597,4,147块。咱来看合计109年合计的支出是2,404,830
8549块。哦，啊，咱110年的预算是14428033块。咱去年咱嘛是编副预算啦，就讲咱知影咱的迄个收入会较少，吼，啊，所以咱伫9月伫迄落的时阵有伫控制咱的支出，吼，啊，去年都拄着这疫情哦较严重，所以咱的规个9月的收入较少，但是咱支出也有较少一点，吼，这是以上的报告。好，多谢，谢谢。这无落尾吼，要请迄个检校委员2位中间一个有伫无？好来，各位上来报告一下。看旧的这个卢敏珍姐妹要报告吗？还是嘉文？敏珍报告。敏珍好了。一个就可以，来报告。一个好。检查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缺失吗？检账的结果。各位会友，这个检核报告是这样：本会财报所列的经费收入与支出，均依照规定程序执行。会计账册记载明确，各项的支付凭证均附卷可稽查。谢谢。好，咱真感谢这东港的报告吼。到即马。无说爱即个头一个案事工的报告，这5个部有来遮来报告检查你想要伫即个所在来问有无？请举手一个。那准讲无时私底下问嘛无要紧吼。请问对5个部有想要请教的无？好，那准讲无，那即个时阵请提议来接纳。新年度的事工，去年的事工报告甲新年度的计划，有人提去接纳无？有人提去接纳无？来。对各部的事工的报告，还是各团体的事工，若无意见，有人要提去接纳无啊？来提去接纳。那个姐妹在后面。中职以外。咱会友会使提去接纳。不，你列名。秀媛秀媛姐妹提接纳。秀媛好。副议有吗？请举手。副议。有要副议没？同意接纳没？迄个。看无哦。叫什么？林武雄。林武雄弟兄。好，暂时的请举手。多谢。第2案，咱较早有听见迄个漳州长老有报告吼，请咱关心真侪教会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伫去年中间有真大影响，这是事实。逐间教会拢安尼，总是咱教会虽讲是有即个机构出租，总是因为咱人数参加聚会减少，当然会影响咱的奉献，所以他都有看见190年度的。即个决算，甲110年的预算，数字大多拢有听见。敢有人来提个接纳？请提起来接纳好无？接纳财务部所提议的，即个顶年度甲今年的决算甲预算，有人要鼓议啊？同意接纳无啊？姊妹报名者好无？黄叶珍姊妹提起接纳，有人复议无？请举手。复议人？有复议无？哎，迄个名字。对啊。秋红姐妹哈。好，赞成的请举手。多谢。到这个时阵，要来鼓议2个人。来担任这个检校委员2个人，好无？提名副议头一个，提名副议2个，咱提名2个就好啦，好无？对这个财务啦，检查要有一个
知影要安怎做。嘛，今年这个检察委员请问做几年啊？第一年，嘛会当继续啦吼，总是要照顺序来。好，有举议无？提名。提名。来，请。有月珍姐妹哦，提名为姐妹。有人复议无？卢敏珍。谁复议？有复议无？后壁迄个潘谁？吴美玲复议。好，这是头一个。请提议第二名，第二个。有个提名哦。请提议第二位。来，赶紧。知影讲对这个财务小可有吼，来提名。林嘉文嘛吼。谁提议的？秋红提议。秋红姐妹提议林嘉武，是弟兄吗？姊妹。林嘉武姐妹哈。敢有人复议？有复议吗？对。魏明长老复议。魏明长老。他不是现任可以。对。好。咱针对两个姊妹做咱这个2021年的检账委员，这2个人暂时请举手。多谢。牧师落尾爱小可报告一个项哈，请行规第1页。咱讨论的这个3案通过，这是一回事。咱也要感谢这个长老执事吼，甲做同工啦，请咱拍破一个好无？感谢因做一个奉献。现规这的这个第1项啊，我简单报告，一间教会徛起伫大所在，请问123是什么？会计师。现在本年度预算。接纳本年度预算。接纳本年度的预算是吗？其实刚刚牧师已经把它。我2个其实都来。是。要再表决吗？也可以啊。好，无要紧，咱来分开吼。表决一下哈，他带这个是接纳这个旧年的决算。暂这有人提议接纳新的年度的预算，有没有人提接纳？我们把它分开好了哈，也可以。有人无？有人举手。新年度的预算，他到江州长老讲，我们还是有做一些副预算的这个预算啊，总是大家都要非常这个辛苦了哈，认真的奉献。来，提接纳的请举手。我接纳无？谁提接纳？新年度的预算。也是那位姐妹。维民，好，维民提议。维民长老提议接纳，然后姐妹复议，暂时的请举手。好，多谢。教会徛起伫一个所在，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咱邀请牧者来家，只有一个目的：教我如何传福音，教我如何灵命深化为生。做伙甲新的牧师也是长老做伙来经营这间教会，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结束祷告，结束祈祷。陪我的上帝，虽然是短短时间，总是你也看见这本合会手册中间有真侪这同工付出因的心。因会着我，你也知影讲同教会欠缺所在，你也看见阮会计报告经常费用有无够额所在。总是较重要的是，要怎样将这间教会活泼，彼此兄弟姊妹相听，到伫教会中间知影讲。阮诚做一体是要做啥物？是要来因公治理的名。所以，阮愿意讲，每一个人拢是诚做这间教会主人，主动的，无论是有受选的，
或者是无受选的，拢意爱伫逐所在诚做主上帝你的工人，传福音是非常重要。所以鼓励主上帝感动每一个人，会当参加训练，做一个门徒，参加小组，分享主上帝你互阮教育属灵的恩赐。愿安尼来起造桃园教会。为头到尾，阮所讨论的，那准公部教育所在，主上帝你的信心继续来补充提醒，互阮逐人伫有限的中间，总是会当累积非常好智慧来经营主上帝你互阮的教会。愿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因为疫情的关系，议长是决定是讲时间甲缩短吼，莫互大家坐遮坐伤久啊。所以今年度咱时间报告拢是部长来报告，就说免时间拖了伤久吼。所以咱这便当拢有定啊，所以咱的时间吼要结束的时间也无够，所以咱毋茫讲，咱要刷的时阵吼，便当也袂来，咱小等一下，等便当来才摕便当离开吼。以上。来，咱继续来吟圣诗396首，396首，搭要散会求主祝福。再来给你们吟全首。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甲信心的感动，甲咱敬大家三个弟弟，对这事甲你永世代不说，阿门。电压、力道。
请大家起立来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